Hello，大家好，今集有我 Annabelle 同大家做 home tour 啦。好多香港人咧都中意用日系風格裝修屋企，唔知你哋又知唔知日系風格分好多種嘅呢？好似今日參觀呢個單位咧，業主要求行窄直風，未聽過？唔緊要，我哋一齊入去睇下啦 ，Let's go！呢個單位面積近600尺，原本咧屬於3房2廁嘅間隔，經裝修後咧而家變成2房1廁，住咗一對夫婦同埋奶奶，佢哋仲養咗2隻貓貓添。設計師用咗唔少木製同埋大地色系家私，加埋弧形線條，營造出奶油窄直風格。由大門嚟到玄關呢一度啦，因為咧係比一般嘅玄關都闊，所以設計師喺度做咗一個大型到頂嘅鞋櫃。呢一度咧就放咗張木凳啦，仲有直身鏡，咁咧扮完靚靚就可以出門啦，好方便出入噶。玄關嘅牆身仲鋪咗一種叫做軟石皮嘅物料，睇落去好似石材咁，一直延伸到電視牆。業主係貓奴嚟噶，所以裝修梗係要諗埋佢哋嗰份啦。業主特登訂做2個貓貓爬架同埋3條懸空木板，貫通成個客飯廳同埋玄關，俾貓貓喺上面走嚟走去，亦都成為咗全屋設計嘅一部分。而且成間屋都用咗無主燈設計，咁就唔使驚貓貓撞到整親啦。客飯廳由走廊位區分，客廳擺咗張2座位嘅梳化同貓砂盤，而飯廳呢邊呢，業主就中意打麻雀，所以咧設計師咧就用咗卡座位設計，4邊都可以坐到人。仲有啊，業主咧本身有2個雪櫃噶，所以咧設計師咧就喺飯台隔籬咧整咗一個 coffee corner 啦，可以放到咖啡機啦，亦都有微波爐，亦都有空間可以收納到餐具。單位咧有條長嘅走廊啦，通向原本3個睡房同埋2個廁所，仲有個緊廚。但係一般人咧亦都唔會裝飾太多或者放太多嘢嘅。但係因為咧設計師知道業主太太中意花，所以咧就喺走廊天花鋪咗個網，再掛啲假花上去，成個空間係咪好有特色呢？入嚟走廊嘅第一個空間就係廚房啦，而家做咗 U 型工作台。用咗灰色同白色嘅配搭，部分牆身鋪咗粉紅色磚，令空間冇咁悶。單位原本咧就有2個廁所，其中一個咧就比較偏細，所以咧業主咧就索性將佢打通咗，做一個日式3分離設計。拉開門咧，首先會見到一個連雙洗手盆嘅梳洗空間啦，同埋大型嘅鏡櫃，而左右兩邊咧都各有一個趟門。獨立座廁咧就喺右手邊，唔係黑廁嚟嘅。左手邊呢度咧做咗一個櫃啦，有洗衣機，污糟衫咧就可以放喺呢個窿入面啦。咁洗衫嘅時候咧就好方便啦。再行入去咧就係淋浴位，原本雙洗手間嘅好處就出嚟啦。而家呢度一樣都有窗噶。廁所對面咧就係奶奶房，呢度放咗張單人床，床頭櫃連埋一張書台放電腦。另一邊牆咧就做咗個到頂衣櫃。走廊嘅盡頭咧就係主人房啦，就由2間睡房打通而成，面積咧大概有140尺咁大。呢度咧主要用唔同嘅深淺木色營造出層次感，一邊咧加高地台放床，做出3邊落床同埋2邊床頭櫃。靠牆咧就做咗個深木色入牆衣櫃。男業主咧就中意玩 war game， 所以咧喺埲牆嗰度咧就做咗一個木色板，俾佢方便放槍。另一邊做咗張深木色嘅書台，後面咧有書櫃可以擺雜物。今次嘅裝修同設計總共用咗75萬，咁我覺得咧成個裝修都已經好全面啦，亦都好表達到窄直風嗰種簡約感。唔知你哋又覺得點樣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啦！如果想睇更加多嘅靚盤咧，記得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最新嘅資訊啦。下集再見啦，拜拜！